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明，欢迎做伙收看台湾新眼界。讲到1日26号9合一选举哦，今日开始登记哦，一直到9月初日吼。今日要邀请台北市无共党派头一届要来参选一下新议员，这个参选人、候选人来做伙看台北市的这个选情、台北市的这个选后，各因参政这个理念以及对台北市的这个想法吼。另外讲到市长这个候选人，咱讲拿力北三卡都哦。随着533昨日正式宣布，伊要参选台北市长。伊讲 I will be back， 到底吼，这个 I will be back， 敢真正会当互伊塞登去伊的这个台北市府啦吼。伊嘛讲到，请示伊的这个台北市副市长，未来过一届就要甲市政府啦吼。但是咱讲其他的这候选人，敢真正有同意啊吼，也是讲找出什么款的这力量来去好好拍这场选战。另外咱讲吼，伊嘛讲到，这个伊准备24当自做议员的这时阵就开始咧准备吼。但是咱嘛来讲哦，伊是毋是甲所有这个行政资源拢落伫伊手里吼？第二，咱讲台北市，咱讲城市的博览会，伊嘛食豆腐吼，有人是安尼咧批评。另外讲到这台北市政府郭文德市府8当任内，台北市人口流失20几万人啦吼。台北市是进步还是退步咧？若是真正倒退如533吼，作为副市长敢无责任？另外咱讲到蒋万安，伊是头一位宣布参选台北市市长的这个参选人吼。这阵民调说比咱讲有甲这个误差范围之内，甚至不用超过啦吼。这阵嘛传出着讲伊无款无介顺利哦。另外讲到这个国民党台北市这大铁帮大铁票，敢会伫伊的身躯顶会跋一个真大倒啦吼。咱讲这个上老的候选人陈时中吼，拿力北吼，咱讲吼这个拿北拢咧甲拍啦吼。尤其伫咧卫福部，咱讲任内3+12个疫苗这个策略，但是咧，伊个人是不断吼，咱讲淡出这个市政的这个议题啦吼，一直等，其他候选人敢有法度来接招咧？透过今节目，咱做伙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咱要邀请这个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林延凤。各位咱江市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林延凤，林延凤爱凤。非常感谢，第二位，咱要来邀请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的参选人高世俊。阿明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高世俊。非常感谢，所以咱要邀请台湾基进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吴欣岱。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欣岱。有影吼，这个咱讲3位拢是初要踏入去政坛内底吼，尤其要伫台北市来拍选战，无简单吼。先来邀请延凤啦吼，会记得延凤较早吼捌采访过啦吼，但是采访过是你来替别人吼，尤其你做议员的助理，做无聊做足侪当今年是家己要来参选台北市这个议员吼，看到台北市有啥物欠点，你想要来遮付出的？我较早其实做16年的这个无聊的经验啦，吼，为较早上早的时阵是做咱的社中正大赛的秘书，一直甲做2个台北市议员的助理啦，吼，办公室的主任。其实我是看到这8当来吼，郭文德做市长了吼，我敢讲啦，伊几乎就是吼，咱台北市。即马咱30年来的这个台北市长哦，做了上歹的一任啦。上歹。上歹的。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吼？第一个就是讲，你看咱即马台北市吼，人口老实的这个速度吼，是史上上紧的哦。20几万人。系20几万人吼，本来是200差不多要80万人嘛，即马已经剩240几万嘛吼，就代表讲伊这8当来吼，而且。咱流出的这个人口数吼，咱的年纪拢是以咱的少年人较济哦。所以少年人伫台北市颠倒看无希望，走出去甲其他县市。这是对一个首都吼，咱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吼，真大的引诱啦吼。因为咱若一个首都，你看咱有遮好的资源，吼有遮好的预算的规模啦吼，有遮好的咱的公务人员的素质，但是呢，台北市就是这8当来，咱去看讲，第一个咱的交通重大的建设，较早你讲郝龙斌也好，马英九也好，伊咧做市长的时阵，咱拢有咱的捷运，甲咱的阿扁总统的时阵，吼，咱的捷运的通车，咱的公共运输的路网。好，嘅建制，其实你这就郝龙斌嘛，至少推出一个 U bike 嘛，吼，伫伊的任内啦，吼。但是咱即摆来看到郭文德伊这8年来，几乎没有建树啦，吼，就是讲你捷运无一条
开通的啦，吼，啊，伊较早就讲啊，我要做什么东区门户计划、西区门户计划，到今嘛咱来回想起来嘛，敢若一个西区门户计划，讲啊，咱的灯节有，灯节有办的西门町嘛，吼，啊，毋过咱你看咱的东区的商圈，啊，到我的选区伫咧树林北道，咱的树林树林夜市啊，即马去到遐，咱的空租率加悬哦。所以作为咱讲迄个选区的这个议员，电导会烦恼讲哦。咱看到讲西门町开始咧发展啊，但是东区也好啊，咱讲树林遮颠倒消失去，这是咱讲沿方直接看到啊台北市的这个困境是。继续，佫先来请教谢准吼，你吼嘛是作为第一届要参选的这个部分，但是你过去嘛是伫咧咱讲议员办公室做主任吼，啊其实嘛是对咧议员身躯边看到台北市的这个发展吼，即8档也是讲比较过去的这个咱讲市长吼，这个任内你安怎看？咱讲这个未来你会当继续为台北市服务的这部分呢？是当然哦，阮即马来讲，就是爱为台北市来做服务。那么大家了解，过去这8档内底，柯文哲市长的任内有足侪物件是暂停发展的。譬如讲，阮上港南京站伫咧出口的部分，就一个烂尾楼。啊，这间老仔厝呢，可能遐真久嘛无要开，啊，议员即阵嘛无偌多，所以大家了解，未来阮为着阮的社会发展，啊有阮青年的积蓄，一定要互阮少年人来。接手来做未来市场的经验。互未来少年人有机会啦吼。继续咱先到这个台湾基进吼，自高雄来到台北，要来拍拼来参选吼，这嘛是无简单吼。进前节目嘛有邀请来去讨论无共款的这个议题。啊，作为一个候选人也好，参选人也好啊，你看到台北市欠点，抑佫欠啥物咧？其实大家拢知影我。全国就这所在我拢有住过嘛，所以讲高雄、桃园啊、台中我拢有住过。啊，来台北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原来这个人口愈来愈少，毋是无原因的。嘿，台北市吼，即摆毋是一个互少年人会使真安心成家的所在。嘿，因为咱看吼，拄则讲东区门户计划嘛，其实嘛无做好啊，造成讲人口外流的，毋是讲住的人较少，是讲。足侪人伫遮做工课啊，但是住伫外县市，吼，所以讲这间接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交通，吼，上班下班的时阵，足侪人爱进出台北市，吼啊，高房价造成说，咱即马一定北部拢爱做工课，才有法度饲家，吼啊。若是高房价的话，吼，我家己有2个囡仔嘛，啊，我来台北，那我若是找无我较放心的居家托育系统，我即马就无法度住伫台北，我就有可能会选择伫新北市或者是宜兰市、桃园市这些卫星城市。啊，因为我是医生嘛，我进前嘛有组全国医师的工会，其实咱进前伫工会咧服务的时阵啊，就有感觉讲，台北市的防疫蛮有问题的，因为台北市其实医生甲护理师的人足多，医师、护理师、民众的比例是很高的。要毋过其实台北市吼，这波疫情啊，死亡人口其实是较悬的，在6都里面算是前3名。啊，疫苗的覆盖率在6都里面嘛是最低垫底的。所以讲，就这问题会使处理啦。按市议员的责任就是爱来监督嘛。所以接下来可能会针对医疗的部分做更多的。证件倡议，就是这个自医师来出发吼，自医疗这个部分嘛，看到讲啊，其实台北市有真侪资源，但是有好好使用嘛，就是讲咱看到第一个人口流失啊，第二个吼，伫咧疫情的这个部分，咱到底有甲好好这个护理人员好，然后医师人员好，好好互因，咱讲卖遐尔操劳，但是咱看到讲吼，啊买手也好啊，疫苗注射率吼，嘛是这个6都内底吊车尾，然后所以咱看到讲台北市有侪这个问题出现吼，但是咱嘛看到讲黄珊珊即阵要代表吼，这个咱讲嘛是。无要吼代表民众党哦，伊嘛无要代表伊原本的这个政党吼，这个亲民党，伊要代表无党籍。啊，过去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郭文定参选这模式共款吼，伊嘛是照着哇足侪无共款的这个势力来，但是伊嘛是画一个我就是白色的力量，我迄当阵无党无派啦吼。啊，即阵黄珊珊嘛是共款用即款的这个模式啦吼。啊，另外咱但是看到讲行政资源，伊过去做咱讲台北市副市长的时阵，哇资源真正落伫伊的手里啦吼。啊，咱嘛看到讲伊记者会的时阵。真侪人讲国民党的这个里长来甲赞声，到底这款的这个部分，有人讲行政吼，咱讲无中立的这个情形，还是讲正义，搁再出现，咱嘛有一个报道，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
选举需要家母带家仔囝，2倍1透早，一定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的家仔囝，就紧甲竞选扛棒换掉，因为因的家母27是台北市副市长的黄珊珊，总算是正式宣布参选台北市长。有句成语叫做“姗姗来迟”，其实我只是最晚宣布，但我相信，在众多的候选人当中，我是最早准备的最充分的人。高副市长辞掉了后，黄珊珊连夜召开参选记者会。虽然以无党籍参选，民众党家仔囝加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哲都出席为黄珊珊赞声。竞选团队统计，有93个台北市的里长都要来支持，其中嘛有国民党的里长。你的道路是家己行，我既然决定啊，党中央要对我讲，我安尼生要甲我开除我的党籍。这不是我的考量，但是我真尊重中国国民党因的制度，这不是我人生的考量中间。针对国民党的里长公开支持黄珊珊，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是希望大家莫想伤多。我想我们在选举过程不需要有太多的联想，也不要有太多政治跟选票的算计，我们就是提出好的牛肉、好的政策愿景，争取最多市民的支持，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整个台北都是我的运动场。蒋万安2倍提出伊的运动政见，希望透过免费体检加集点活动，提供诱因，予台北市民做伙来运动。同一天，陈市长提出伊的自提政见，希望将即马社会自体的租金降价10%，嘛予户口伫台北的厝卡，逐个月加补贴1500块。增加钱当然是会撒币，但是呢，基本上对于年轻人，我们少一些币。那他会在社会有消费这样的一个经济循环，不但对年轻人好，对社会的经济也有帮助。年底选举剩无90天，台北三卡都是愈来愈竞争。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我好看到这个黄珊珊吼，伊无用这个青民党籍，也是讲咱讲民众党来去做参选吼，啊，结果伊要出这招到底是啥物招吼？其实咱来看讲吼，这台北市市长这个选举啦吼，迄当阵郭文哲伫咧第2届要做连任的时阵，其实险哦，才赢3000多票尔吼，啊，其实吼丁守中迄当阵有拍一个数上，唔知观众朋友有印象无啦吼？就是讲吼，这个选举到底吼，咱讲迄当阵有这个咱讲公道的这个因素，啊，这个选举延迟的因素。开票吼开到这个翻点过啦吼，所以迄当阵有足侪因素，到底迄当阵郭文哲是毋是会当顺利连任？若是无遐这个因素，可能吼因这个100吼郭文哲还这个丁守中啦吼。啊，但是咧，咱看到讲迄当阵的郭文哲也是毋是民众党，迄当阵民众党还未成立啦吼，所以咱看迄阵黄珊珊运用到即款的这个咱讲共款的这个模式吼，我讲我要摆脱能力啊，但是嘛有人讲伊是上高操作能力，上高操作涉水的这个部分吼。啊，咱嘛看讲自这个7月开始吼，联合报的这个民调来看吼，黄珊珊迄当阵15%，蒋万安26%，陈时中32%，这是看好度吼。支持度的这部分，黄珊珊来到25%啦吼，啊蒋万安28%，陈时中26%啦吼，所以看好度和支持度其实有小可争差，但是安尼看起来吼，陈时中迄当阵嘛宣布要开始参选的吼，迄当阵看到伊有一寡这个气势伫咧，过来看到8月初2这个民调内底啦吼，黄珊珊13.4看好度，吼，蒋万安29.4%啦，啊，陈时中看好度颠倒替冠真济啊吼，啊，另外这份民调咧内底，咱看陈时中和蒋万安因差无到1.2%，咱讲这是误差范围之内。啊，咱看到讲这8月12吼，是透过这个网络温度计吼，这个磅尖的这个民调支持度来看，吼，陈时中也是26.4%，吼，蒋万安佫赢一丝丝啦，啊，但是咱讲这是咱讲误差范围内底啦，吼，到底。咱讲这个黄珊珊啦吼，这回咱看到伊的影响，这场选战吼非常大。有人讲吼啊，咱讲伊可能是要影响哪个、影响力的拢有可能，但是伊这阵咱先来讲啊，伊用咱讲无党籍这招，这个言行你安怎看咧？黄珊珊吼，伊本来较早是亲民党的嘛吼，啊，伊后来伊即马选举，其实伊亲民党的这个党籍啊都伫的哦吼。啊，但是伊这边选的时阵，伊要用无党啦吼，当然这是伊的选战的这个策略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
伊若要参选这边的台北市长，虽然伊是用无党的，毋过大家即摆外界给他的这个形象，就是刚刚讲伊就是高文德的人嘛，这是毋庸置疑的。伊虽然挂无党，但是大家嘛是会感觉讲伊就是民众党，是吼。啊，你讲当然对即个咱即摆所公布的即几个民调吼，我嘛会使提供吼一个咱即个联合报吼，咱最近做的即个民调啦吼。你讲黄珊珊。第一个吼，咱先讲蒋万安好啊啦吼。其实伊是3个候选人内底上介少年的，但是咱来看这个少年的支持度，民调吼，伊少年的支持度吼是3个人内底上低，敢若16%尔。上少年的，佫伫咧少年票遮伊摕袂到，吼啊，伊敢若是60岁以上吼，伊是上悬的，就是迄个铁票。对，铁票。所以为什么伊最近一直在讲他要巩固深蓝的票源 ？OK， 吼，就是较早因这个黄复兴呐，吼，这对咱少年青年参政的朋友会感觉讲，迄敢若清调的代志，你敢知影？但是因就是讲，哎，他要先把，因为他自己，我相信讲伊家己做起来，嘿，伊家己做起来民调，应该嘛会感觉讲，哦，伊即马会拿色的票吼，去互黄珊珊 Q 去啊，吼 Q 一部分，伊要想办法甲这个人 Q 转来。啊，第二个你来看黄珊珊吼，伊伫个60岁以上吼。基本上伊摕无票，敢若12%。变到少年的支持，但是老人无票。对，因为民众党本来就是支持民众党的，就是拢较少年嘛，可能拢35岁以下的，哦，啊20几岁是多数嘛。但是你来看陈时中的民调吼，伊不管伫个各个年龄层，吼，他都是加平均。这是代表讲安怎，就是讲这个候选人吼，伊伫个各个年龄层都有他的好感度跟支持度。相对来说，台北市的选民吼，其实中间选民很多，加多。因看的是讲，第一个是这个候选人，伊的人格特质。是。啊，伊看陈时中这2年外来吼，伊的这个防疫的能力，还有跟咱的中央吼，因为你防疫一定是要大家做伙合作嘛，因为咱对抗的是病毒嘛。是。他入侵的时阵没有在分蓝绿啊，不会因为你是国民党我就不会感染啊。所以大家看讲，哎，伊这2年外来表现，啊，个伊的 EQ。非常的好，吼啊！第二个就是讲，伊参选宣布了后，吼，这40几天以来，伊不断的提出相关的政策，吼，针对的就是讲，这几年来，大家感觉讲，咱台北市做了歹的所在，做了无好的所在，伊就是说，透过这种政策理念的论述，哈，去吸引中间选民跟年轻人的支持。啊，我感觉这民调当然是。过程啦，吼过程啊，我嘛提供一个吼，就是论点啦，就是讲，咱民进党吼上界歹的这个大环境的时阵吼，是较早咱的李应元大赛迄时阵吼，伊嘛摕到差不多37%。OK。啊，刷来就是讲2006年的时阵，迄时阵社中庭大赛吼，伊选台北市长，当年阁有咱的这个洪三军哦。伊伫个台北市嘛摕41%的选票，所以咯，若是讲咱民进党即马能够团结啦，吼，咱的台湾的选票极大化，中间选民好透过我们的论述，也能够吸引到他们的关注跟支持。我相信咱的陈时中部长啦，吼，伫这个选举内底吼，应该是将有发挥的空间啦。哦，那我们也是审慎乐观，但是不能大意啦。OK， 头拄阿严宏所讲的吼，就是伫咧2002年甲2006年迄2场吼台北市的选战吼，咱讲迄当阵真正是民进党这个声势可能无遐尔好的这个时机，啊，摕到差不多37%啊38%，甚至有来到41%这个部分吼，所以咱比较起来，啊，即阵这个支持度，陈时中吼，当然也佫有爆发的这个机会，26、29。吼26.4啦，啊！但是对国民党来讲，当然我的票就是我讲哇，过去吼，我伫咧台北市我的铁帮吼有偌济拄偌济啦吼，啊，所以展现出来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啊，伫咧顶回这个选举内底，其实险啊，都吼这个扳赢这个机会啦。但是咱搁来看这个郭文德这个4党，又搁是看到讲，咱讲这个黄珊珊吼做副市长。这几啊党内底啦吼，咱讲有人讲伊做，咱讲免去派，咱讲民众党的这个咱讲衫来去做出选，下当唔免甲伊的这个咱讲民众党的爆发瓜市府的这个爆发甲派起来吼。但是咱过来安怎看讲，伊这回开始先来学咱讲这个国民党里长，咱讲基本盘这个部分，继续搁请教细准。是，在这个部分来讲，其实各位观众。
民进党、甲民众党、甲中国国民党这三党之间的这个拍市长的选举，其实真好看。因为三卡拄的时阵，大家拢差不多，在差不多的情形之下，就真好看。过来，即马这个民调看起来，就是较看到黄珊珊副市长，伊即马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势力已经大尾起来了。过去呢，黄珊珊副市长伊嘛是阮总统蔡英文小姐来主力来杀的这个立委的候选人。是。到现此时，伊按新党、佮到亲民党、佮到这个甲民进党的合作，佮回来到民众党的这个部分。虽然讲伊即马挂无党籍，但是实际上伊就是民众党的母鸡，这确实是有影。所以现此时来看，三股势力、三股的这个力量，平均来讲各有互相的这个真正的部分。所以这场选战实在真好看。那另外一个国民党的这个部分，其实阮中医的一个概念，就是固本培元。当然啦，对于这个蒋万来讲，伊当然望安兄就要有固本的这个概念。甲体质够好势，所以固本的部分一定要做。但是黄珊珊一直咧乌伊的本呢。迄黄珊珊，我想应该不只是乌国民党的本，嘛会去摕民进党的本。OK， 安怎讲？因为这政治的选战，你无可能讲乌一边的票，你一定嘛要乌另外一边的票。这参照正前柯文哲市长，伊会安怎当选的？因为伊正前双边吸的对啊，对。伊讲我是墨绿，是为了证明你的枪伤是真的。好，这个物件大家在网络顶头搁直直看。是。所以呢，民众党的部分，伊应该不只是留国民党的盘，而且伊对民进党一定有伊攻击的部分，是安尼是来的。但是咱来看来讲吼，这个迄当阵，伫咧2018年选举的时阵，姚文智嘛是有来参选吼，24万外票，然后迄当阵若是讲真正要救伊的票，还是讲要叫力赢归队，迄个因素应该已经过，尤其即阵的这个候选人是叫做黄珊珊，你感觉这个因素还搁伫咧吗？这个因素应该到现初是应该甲时空的环境应该拢无共款啦。因为头一项，当初姚文智这市长候选人迄当阵，伊甲丁守中丁立委，还有阮柯文哲市长现任的副市长，伊三卡的时阵，迄当阵媒体逐工都在报柯文哲。所以按49台到50台观众朋友啊，你会记得无？迄当阵逐工按时按8点开始拢是柯文哲。按时的新闻、电视新闻嘛拢是柯文哲。所以甚至讲，网络顶头阁有人一个王子回头迄个歌曲，王子回头改编的迄个物件。所以迄当阵的环境甲即马环境无共。现此时因为有 COVID-19 这个疫情的影响，甲病毒的影响，所以台北市大家生活应该拢忝嘛。经济嘛无好。鸡卵呢按40块起到60块一斤，所以安定的生活，我想应该是大家拍拼的目标，所以应该是蒋万安的部分，这不条互人安心的。你讲9万人电脑靠人安心啦，所以你感觉这个基本盘拿赢，基本盘也伫咧，含这个咱讲无党籍，可能这个咱讲柯文哲票到底互这个黄珊珊无？伊咱讲过去的这支持度，要互这个咱讲选民的这个支持，敢会转到黄珊珊顶头？你安尼？即马看起来是无一定，无一定呢，因为各位观众啊，咱的这个民众来讲，迄当阵邓互柯文哲的大部分是少年仔。迄当阵的少年仔，即马4年过啊，有诶咧上班，有诶咧饲某囝。OK。人讲手捧囝，才知影爸母恩。所以呢，迄当阵的中间选民应该是看人趣味、搭水果、好斗阵，票就转落去。OK。现此时呢，若是要饲某、饲囝、顾家庭、60岁，迄就无共款啦。是。即马现此时先出来社会，大学拄啊毕业，即款少年仔朋友，伊嘛会想讲，倒一个人较稳定，倒一个较安全，倒一个人对我的未来较有帮助。所以大家会看，讲这个人有信用无，这个人有品质无。所以我相信这场选战会那好看。OK， 所以咱嘛讲到吼，这个咱讲柯文哲迄当阵当然有伊个声势，但是经过2届选举以来啦吼，咱看到讲伊个这个咱讲支持率，也是讲支持这个票数嘛是直直咧落啦吼。咱嘛来讲到吼，过去这个八党的这个市情内底，虽然咱讲到这个伊做八党迄当阵嘛是讲我讨厌拿讨厌力。吸引所有的票来遮集中啦吼，但是这个黄珊珊即阵因合作一个口号就是 K33P 啦吼，所以因甲即个概念甲伊合作伙，到底这是对咱讲黄珊珊有利还是无有利啦吼？尤其伊讲话伊对市政有够了解，伊讲吼伊做24党的这个议员啊，还有做过2党的咱讲市府的这个副市长的这个经验，但是咱头拄嘛讲对瓜市府的这个不满，到底对黄珊珊是加分还是减分？继续来请教现代。
对，这个议题我就有感的，因为我即马是爱选内湖南港嘛，啊，本地黄珊珊就是伫内湖南港的议员。本命区就是伫咧内湖南港啦吼。嘿啊，我咧研究这个所在交通啊，加上议题的时阵，其实拢常常看到黄珊珊议员进行的质询。啊，其实吼，咱唔是要爱肯定他的能力啦，因为黄珊珊确实是一个最好的议员，但是吼，伊看。咱即马选民爱看是看讲伊到底有换个位置、换个脑袋，因为伊本地啊，2019年咧争取咱即个内湖南港区的民生汐止捷运线的时阵，吼，伊迄阵就有讲过，伊甲柯文哲市长讲，你一定爱伫你的任内，甲即个民生汐止线跨顶分区段实施，爱开始动工啊。是。吼啊，迄阵伊嘛甲捷运站那个捷运局局长讲，若是也无开始吼，我逐工去恁兜。按电铃叫你起床安尼，啊，迄阵讲到安尼吼，啊，即马变做副市长了，其实民生汐止线完全都没有进度啊。是。所以讲，咱即马爱来选民是呼吁选民爱来检视的时阵吼，就是爱看讲黄珊珊，伊到底吼是他的办事能力有没有会为了这个跟台湾民众党的连结而被抹杀啦，因为若是讲你真正选市长你了吼，你做市长的时阵啊，柯文哲若是叫你要甲袁雄去后世密会，你是爱去也是无去？是。柯文哲若是叫你讲要办双城论坛，你是要办也是无要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检视，而且他刚好当了2年的副市长啊，就这物件会使提出来讨论啊。有影吼，这是咱讲到现代吼，对咱讲一个市政了解吼，这个议员也好，还是讲副市长也好，但是咱讲吼对整个吼瓜市府，咱讲所有的责任，伊可能嘛是要介寡承受啦。虽然伊才做2档的这个副市长，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吼，台北。K33P 高赢，然后伟大市民要起步共同赢吼，主要的诉求达到拉力这个关强然后，咱讲这个市政接班人，啊嘛提出着台北未来这个吼，咱讲希望吼，啊要甲郭文德吼东西区的这个门户计划做基础，向南向北来做一个延伸，吼南北东西南北，吼发展一个咱讲首都进化。哇，双条线要来去做进行，佮结合一个宽纵线。但是我会记你头拄严宏在讲呢，这个咱讲捷运也好，无一条通的啦，是不是安尼？就是用讲的吼，拢较好听啦吼。因为咱讲郭文哲这8当来，伊这个东区、西区门户计划，伊毋是伫咧第2任才提出的，第一任就提出来。我会记得迄阵包含咱的林清龙副市长，吼，啊个林宗明局长。其实我讲。这专业的这个事务官吼，副市长，因真正真专业，因真正真专业。第1年的时阵，伊其实吼，因为过去林清龙副市长伊即摆伫高雄，是，伊较早伫咧社中场大厦咧做高雄市长的时阵，伊迄时阵是公务局的局长，所以伊对这个城市的破坏吼愿景，其实他是真的非常的专业。你看即摆伊去到高雄。咱的单市脉吼，咱的市长，你看伊的执政的能力，所以2当拼4当，对，这是郭文哲不会用人 ，OK， 不是他们的能力不好。啊，第2个，包括黄珊珊讲伊是市政接班人吼，我觉得这一句话其实真讽刺啦，因为这2年以来吼。咱若每一次的这个媒体民调，咱来调查讲市政的满意度，全部拢是调查尾。好，你若讲你要是市政的接班人，你若讲台北市的市政的满意度都是前3名啊，我们的要求其实也不高前2名、前3名，你以台北市一个首都对无？资源拢伫遮，结果你拢上尾名，啊！你即么好意思讲你今仔选举的你这个诉求叫做市政接班人，所以黄珊珊伊上大的问题，你爱去说服台北市的市民讲，你即马你要选这个台北市长，你过去嘛是伫咧体制内啊，你是郭文哲的副市长啊，我已经予你8年的时间，虽然你伫遐2年的时间，其实嘛。不算短呢，是啊，也算是咱这1/4的这个任期，你拢有参与嘛，哈，你伫台北市做了这么歹，你让台北市民无感，加一个公共建设几乎停滞，你讲叫我搁予你4年的时间，你跟我讲啊，你能够提出很多的这个台北未来的愿景，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因为你本来就伫咧体制内啊，你唔是讲你今仔日是一个立委要参选市长，也是讲你是
要为。伊若是较早议员的身份，会当来讲嘛，啊，即阵已经做副市长做遮久啊。对啊，不管是每一个计划，我讲到我的选区好啊啦吼，我的选区上重要一个市北科，好，士林北投科技园区。咱的这个开发案吼，其实都一直在进行的。从第一任的时阵，我就一直甲问讲，咱即摆招商的进度，甲咱的厂商吼，因为它一个生技园区嘛，咱来荷兰港吼是科技园区，啊，即摆咱的后疫情时代，当然咱当初咱规划就是生技园区，我一直在问讲招商，吼，再来就是，招商的进度几乎是停滞啊，当初人中央嘛有问讲，台北市有需要咱斗相共无？因为咱嘛希望讲有搁较侪国际咱的企业会使来咱台北市来投资嘛。国民党拢讲唔免，我产发局吼，我有迄个能量，我家己来。结果阮即摆吼，沿着这个咱的承德路的沿线吼，看到的敢若起高级住宅尔啦。实际上讲，咱真正的这个企业进驻吼，到目前为止吼，进度几乎是停摆啦。第二个佫有。其实迄是一个产业的这个廊带啦，吼，包含咱的社子岛的开发，一直甲咱的干岛，吼，咱的关渡平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带状的。你像咱的社子岛，这么重大的开发案，当初伊个去咱的社都去 long stay 哦，大家居民哇，个放炮啊，但是这个社遐问题嘛是真严重。对啊，大家变成意见分歧啊，就是他没有做好这个沟通协调的这个角色，伊无要甲人合作啦。所以我是感觉讲，未来若是陈时中吼，会使动算，你看伊过去伫个咱的卫福部长这个职务顶管吼，伊会使甲国际来做谈判，会使甲中央其他的部会来做协调，代表讲他的沟通合作能力是非常好的。OK， 那代表讲，如果他未来可以动算咱台北市的市长，台北市市长是民进党执政，中央嘛是民进党来执政，我相信安尼资源的加成哈，我们台北市一定可以。蜕变的非常速度会变快了。OK， 讲到这地了吼，两个问题要来请教细准吼。第一个问题是先到这个533这个部分吼，咱讲533这阵算哪样，算到足算的吼。伊安怎讲啊？讲吼，这个降温层吼，恁直接搞攻击，还是讲直接误修啦吼，相互取暖的这个意思啦吼。533佫唱讲敢会吼，将这个票。邓吼蒋万安的这是第一问题，第二个问题吼，要问到讲吼，咱看到讲陈时中啦吼，即阵伊嘛讲到，哇，可能立赢人士咧分析，讲我赢台北市吼，民进党我就是全国拢赢，啊，你安怎分析这两站议题咧？首先啊，头一项甲个报告吼，533讲 keep going， 但是头拄仔杨某也讲啊，社会即摆的发展啊，亲像到阮这个讲要双消线，讲双条线。那么。我的选区在台东区甲中山区，台东区、中山区是到倒一条线呢？所以照你讲，大家拢是台北市的居民，大家拢是台湾的国民，大家拢是中华民国国民，所以不应该是讲是因为执政党是想，而且中央是想来有这个资源的这个分配不平均。应该是讲大家要共同为着阮的城市来打拼，为着打造一个好环境，互阮的后代子孙世岁，互好好家庭、好好生活、好好立业。安尼唔才对，所以讲源头到这个选票的部分，介意黄珊珊的朋友，咪无一定会是哪样的朋友，伊嘛可能讲是正常来支持着这个民进党的朋友。介意蒋万的朋友嘛，无一定讲是完全拢是国民党的朋友。反正呢，佫有一寡新来的朋友，或者是讲原本支持民进党，后来变心的朋友。所以呢，我想这个问题到尾后的民调会哪看哪详细哪清楚。另外咱讲到头拄啊，这个蒋万安嘛呛讲吼，这个民进党有人咧讲吼，这个台北市赢就是全国赢吼，你安怎分析这个？其实应该讲，若是为着大家好，应该大家拢总爱赢。但是台北市赢，敢是全国赢呢？其实我是感觉讲这个问题，应该问民进党本体本身。是安怎讲呢？因为台北市是阮目前中华民国台湾的首都，台北市的市政发展影响到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个命运。不管你是爱做生意，不管你是爱讲政治，不管是即马国际贵宾，坐飞行机来到阮松山机场，拢是按来台北市。所以台北市的发展一定上重要，嘛一定同重要。所以。不管是虾米人来做市长，我相信一个稳定安定的蒋万安，
会是较好的人才。OK， 这是咱讲细阵的这个想法啦吼。啊，头拄咱嘛一直讲着吼，因为这个咱讲绿营这个思考吼，伫咧媒体安尼报道出来吼，就是讲哇，这个绿营。吼，真久无摕转来，这个台北市啦吼，那是真正吼，佮选调吼，咱讲陈时中选调台北市长，吼，真正这半吼，其他县市嘛免遐尔重啊。啊，但是这个蒋万安伊就讲，哇，这个民进党拢是咧选举考量啦吼，亲像这款的这个部分，都有互相政治的这个攻防佮出现啦吼。啊，今日咱嘛佮继续来请教这个现代吼，咱看到讲啊，亲像南绿北三卡都吼，咱讲大家人拢嘛是想要赢，但是咱讲到因素真济啦吼，咱头讲到吼，陈时中过去吼，即阵南吼，也是北，拢咧拍讲伊过去3+11啦，吼疫苗的吼。但是你作为一个医师，吼，你安怎看这地？另外就是讲吼，看到蒋万安这个部分，蒋万安伊过去嘛提出着真济这个政策，但是有人讲，你对市政敢真正有了解？你安怎看这个部分呢？其实疫苗这个议题吼，咧新闻插起来的时阵，我有去看医生的医疗圈内底的讨论吼。其实少医疗的人员咧关心这个议题，因为其实吼，咱较关心的就是你疫苗有够，做会着，较方便就好啊。吼分配啊，医疗人员的补助那是有就好啊。进前国民党咧讲疫苗的时阵，毋是嘛讲？不管偌济钱，买会到就好啊。是，伊嘛安尼讲啊，结果即马，结果即马来回过头讲，你买偌济钱，对，一开始算的时阵，伊就而且伊迄个涂起来的那个隐藏的这个受理吼嘛是蒋万安家己咧做主席的时阵决议把它涂起来的，所以讲这个议题吼，咱。以医疗人员的立场来看吼，感觉是完全是为着选举插出来。尤其对台北市民来讲吼，这个卫福部长过去伊到底是安怎？当然伊有讲嘛有过啊，但是即阵伊要来选台北市长，台北市伊的这政见的部分，你会当吼自家看伊有啥物欠点，甲伊记出来吼，大家可能是想要针对这台北市市政的这个部分。对啊，咱讲国家主权是一个方面嘛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证件，进前蒋万安是讲公车的这个证件，讲要预约公车对无？这个证件出来的时阵，咱的团队看嘛是感觉讲，足奇怪，那会无人去做工课？因为这个公车预约的证件，其实柯文哲市政府2020年的时阵就有开始做啊。我有请苗博雅议员他们办公室帮我调这个预约的这个资料来看其实看掉讲吼。这个来，2020年的时阵吼，这个证件拄才开始，所以讲少人知影嘛，所以讲少人咧用。但是2021年的时阵啊，开始较侪人用但是一个月差不多嘛是100人左右尔。迄阵2021年中的时阵强制会员使用台北通。这个部分其实咱后来去查嘛，无改议员。后来嘛是有伫市议会内底，请柯文哲市长不要每一个东西都强制绑定台北通，伊迄阵有这个结论嘛但是今嘛这个预约公车嘛是强制使用台北通所以讲有可能是强制的关系伊本地一个月嘛有100人2022年的时阵又搁冲下来，无人使用所以讲这个证件毋是无是有但是无人使用，就表示讲无需要嘛。是啊，对你坐公车有啥物搁爱注文，我伫遐等，下手下一个到公车若是你预约公车也无够但是有一个新的公车。你是爱入去还是无要入去？这个就是啦所以咱看到讲自瓜起户伊人阵都有这政策但是这个咱讲可能蒋万安伊无做好功课啦共款甲这个咱讲政策甲伊揪出来所以一个公共运输这地制定多样化大众运输登记票这其实过去这个双北市嘛是有咧做1000外济迄个部分多元的这个票证也是上网络去注文你要坐倒位啦所以头拄亲像现代所讲的这班车我注文的车到未到但是新的迄台车到我到底是要去你倒一台啦所以可能是大家了解讲你可能是毋是无坐过公车，可能有这款的这个疑问但是咱嘛讲到即阵若是针对政策好好来讲3位，咱讲市长的这个参选人、候选人，拢对大的这个正义提出的这个政见尤其陈时中就是个出招啦4档内要起57000户的这个社会主体租金降10%蒋万安讲这个租金爱拍8折啦但是黄珊珊就批评讲，这个社会主体爱考虑永续来经营讲爱补助也是
巧，咱讲吼减少租金啊吼，租金啊，用讲的上简单。咱嘛有一个新闻报道，请观众朋友做来看。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29第一个公开行程就来到基础政绩分享会，并甲企业以包租代管的方式提供时代优先的居住环境。黄珊珊表示认同。在民间比我们走得快的时候，我们帮忙推一把。像这个案子，就是他们先行之后，中央政府才开放旅馆改社宅。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28日说明家己的居住政策，提出社会住体4年5.7万户，降租金10%，购补助政策。国民党籍周万安也讲，社会住体要互设第2体的家庭优先，而且拍8折。黄珊珊批评发钱甲降租金是上简单的，政策需要全面思考。社宅是不是你今天点出来，它明年就会长出来？我们不希望说只是单纯给钱降租，让它将来破产。重点是你要让一个社宅能够有序经营，它的租金要合理。然后如果有需要的人，他是用租金补贴、另外的社会补贴的方式。不过，陈市长强调，家己的政策是有参考专家学者意见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应该对这个议题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跟更多的人来讨论，那能够做一个滚动式的修正。柯市府也做了很久，那确实是有一些难度。好，这些难度在哪里？怎么样去克服？也不是用讲的就会解决。周万安嘛考试黄珊珊做不到的政策，唔通搁再提出来。很多民众反映，他们也不希望看到很多过去没有办法落实的一些政策，科规王随。当时台北市政府他们也出来说早就在做，但是他们是今年3月才开始，而且执行率是0。台北市房地产价销悬，人口流失、出生率低，拢是大问题。安怎提供优先居住环境，让市民安心住到老，嘛成做各参选人攻防重点。记者郭文玲、凯谢桂林台北报道。有影吼，咱看到讲吼，真济时阵吼，即阵咱讲选举的这个咱讲节奏吼，可能是咱讲陈时中即阵拍得较勤、较紧吼。尤其咱看到讲，咱讲蒋万安也好，还是黄珊珊吼，拢伫后壁咧对吼。亲像咱看到讲，都市更新也好，还是即阵咱咧讲吼，大的这个正义也好，4年来吼，咱讲社会主体啊超过6%吼，来到57000户啦吼。另外咧，咱讲到吼，嘛爱讲社会主体这个租金10%。另外咧，咱讲吼，这个咱讲租厝吼，这个补贴1500块啦吼。但是咱看到讲蒋万安，还是讲黄珊珊，嘛咧讲哇，这个大的这个正义吼，敢真正要安尼讲？尤其吼，伊咱讲首都做袂到，以及咱讲过去这嘛是蔡政府规个这个政策内底包含的，然后所以台北市做无到，咱讲全国蔡政府敢有做到？有人是安尼讲，严宏你有看？咱讲即马这居住正义的问题，吼，其实真侪咱的少年朋友拢真关心啦，吼，就像咱的新代医师都有讲到，台北市要成为一个就是讲咱的年轻世代，吼，包含我们银发族的世代，能够长期永续的，希望能够在这座城市来大起嘛，吼，来加强。啊，咱即摆讲这个社宅租金降10%的这个问题，当然，你租屋补贴这是配合中央的政策，因为最近中央就是讲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吼，啊，咱就提出一些补助的方案。啊，第二个就是讲租金，咱的社会住宅的租金过去，咱这嘛是柯文哲一直。这8年来的执政，一直被大家甲攻击的，大家甲质疑的嘛。咱会记得讲咱的民伦公仔，吼，就是在伫个大同区啊，好，跟我的选区的交界。咱在想讲咱的社会住宅，伊的这个计算的基准的公式，哈，30几坪的房子竟然租金要价4万多块钱。对，我就是。倒不如若是有这个头款，我就去买厝啊！吼，这个落贷款也够较会好咧。是啊，这若是讲我若付得起这个租金，我何必来住这个社会住宅呢？对吧？4万外块。4万外块啊，够有迄5万几块、6万几块的，那到最后只剩下就是说，其实不需要住社会住宅的人，但是他付得起这些租金，他想尽办法，结果去占用了这些社会资源。申请了这租给吼，有影。所以这起。陈时中一看到过去这8年来的问题啊，跟这些专家学者或者是请益中央这边的一些就是官员们大家一起共同来讨论说，提出比较可行性的方案。但是讲咱今麦选举提出的是政见嘛，政见总是有讨论的空间嘛。就像讲较早咱讲啊，咱的全国的这个中小学要全面都
装冷气，一开始大家讲啊，那有可能啦，即阵拢有啊，但是即摆拢有，这就是讲，有下面咱在提出一个愿景、一个政见啊，供大家来讨论这个可行性，然后邀集所有的单位，咱来试看卖讲，哎。哦，咱拨偌济个医生，啊，咱的这个要安怎改？这唔才是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啊。所以你袂使讲啊，我们今天提你自己不提政见，你看今嘛得公政见你跟他陈时中嘛，啊，你讲其他的2个参选人，蒋万安一提出，大家说啊，这个像空气一样的无感啊，甚至都要讲到这个公车预约，大家刚刚讲哇，你今嘛是不是没坐过公车，反而跟大家的生活好像有一点距离？好啊，所以我是刚刚讲要选的，不是一个讲啊什么里长啊，还是讲议员的层级，你即摆是咧选一个首都的市长。我一直会强调吼，就是讲咱台北市加特殊，咱的中间选民的数量非常的多，大家拢是关心讲。这几位参选人，恁到底是为着咱台湾，吼，不只是台北市哦，因为咱是首都，所以是台湾。你要做什么？你要把台北市带到什么样子的愿景里面去？你袂使讲啊，你跟他一个船长，但是你没有方向。好，这样子其实整座城市就会对你拢谁的停在遐嘛，永远就是维持在原点。另外嘛来看到讲吼，这个其实蒋万安伊嘛是有提出一个这个政见，尤其对大这个部分吼，譬如讲吼，这个青年世代要含这个时代的世代吼，作为换厝啦吼，要互起这个社会主体，互时代人来去住吼，啊，同时阵嘛提供吼，搁较侪优惠，吼，吸引少年人去租这个旧公寓也好，啊嘛要解决掉吼，咱讲咱这个税厝。乌市这款现象，嘛要建立吼，咱讲税厝的时阵，吼，咱讲迄当阵你偌济钱，你就登记偌济钱吼，啊来讲公开所有的资讯，但是迄当阵咱有看到讲黄珊珊随个讲，这个我台北市府即阵都咧做啊，继续搁请教细阵。是，啊，大家拢来甲讲要食头路，还是要做生活，啊，徛价一定是爱。是，所以你参像阮在大东区啊、中山区，即摆一个套房差不多8500。啊，一个较好的套房差不多12000块，啊，较贵的地段较好的可能15000块。是，所以厝价厝税，这是对阮少年人来讲是同样的代志，因为你可能户口吼，搁在下港，吼，伫咧台北县，而且是讲伫咧基隆，吼，来到台北市来食头路。是。啊，在台北市当时还有一个所在通大，所以大的物件还是相重要的。OK。所以过去种种伫咧阮民进党政府咧执政的时阵，伫咧公共住宅部分、咧徛价部分，达成率可能反射看台北市较好，但是台北市的政府呢，伊的厝税偏偏遐尼悬。OK。哇，3-4万块，哇，迄个是你就你趁偌济才收起。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应该嘛是烦恼红慢慢遐来做看卖是较好无？哦是，咱讲到2个人拢有做出这款的这个政策伫吼，啊，但是咱嘛讲吼，陈时中伊讲，咱讲这个4年内底社会主体要超过6%，57000块啊，但是咱讲到头拄啊访问内底嘛讲吼，其实这个瓜市府嘛是有困难，伊嘛知影困难伫倒吼，啊，咱讲未来吼，遮尔济万户到底要起倒咧？咱先请教现代吼，啊，过来请教这个严宏吼，咱讲这个政策到底嘛是爱落实的吼，咱讲这个环境要保护足济少年人有希望，但是你要起伫倒。啊，台北市咱讲拄着社会主体，其实有一寡人吼，就是有迄个想法，就讲啊，遮个人搁要住伫遮，是毋是影响到我这边仔这个厝价？先来请教现代啦吼，到底若是讲陈时中吼有一个所在，还是有啊？应该做一个所在，毋是一个所在呢？要起伫倒，你有啥物建议可以无？啊，其实因为台北市预算就这嘛，其实端出来的牛肉其实拢有钱有法着实现，但是咱。作为一个想要选市议员的人吼，我是想讲，爱来去监督这些政见到底敢有法度落实，较重要。吼啊，我之前在处理我们选区南港有一个瓶盖工厂，这个经验让我很有感，因为咱这个瓶盖工厂的老板呐，他就是产赔了1000多万，上稀微的时阵，对，上稀微的，就是讲吼，伊迄阵开幕的时候啊，用了1000多万的装潢，结果柯文哲团队去剪彩完就走掉了。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政见的时阵是感觉讲吼，柯文哲团队就这有法度写出来受理吼。剪彩的照片上新闻很漂亮、光鲜亮丽啊，但是后来啊，比如讲你看捷运还债一共还了多少钱，但是捷运今嘛
打礼拜拢出代志嘛。是。啊，社会住宅也是，社会住宅咱看起来是很多户，然后很漂亮，那个进度写得出来，哇，新闻看起来就水，然后6都之首。啊，但是就这问题啊，杜家岩凤姐讲月租金要4万多块，嘿，4万多块。有竞选办公室拢差不多啊，对啊，搁有就这想讲什么拼装住宅吼，有说有漏水的啦，有老鼠的啦，其实就这问题啊。其实我想讲吼，少年人要住伫台北吼，这些小问题反而才是大家关心的点，而不是说市长端出一个牛肉，拍了照片，上了新闻之后就不管了，这是上重要的。有啊，过来请教严凤啦吼，这到底要去伫倒位咧？有啥物建议？咱写遐是不是会当一个机会，互写一个专心的这个改变啊呢？其实台北市吼，即摆就是讲土地取得成本非常的高啦，这是上重要的问题，因为寸土寸金嘛吼啊，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我就在讲，其实做一个市长吼，你的沟通的能力要很好，因为你有很多的经费跟预算，真的是需要中央的帮助啦，吼，咱的中央的政府啊，所以你讲要起的倒位，当然嘛是希望讲各区都应该要，嘿，拢爱平均嘛，吼，就是讲。希望都有，因为一定都有这个需求，因为咱台北其实就密集的嘛，吼啊，所以你像我诶选区前一阵嘛，伫咧田埔嘛有啊，我当然也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吼，大家沟通一个观念啦，就是讲过去咱大概刚刚讲社会住宅这4个字，刚刚讲比较污名化，好像就是说是比较弱势的族群在居住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哦，吼，不是安尼，就是讲咱即摆是真的像我的选区吼，伫咧北投这个奇岩站这边吼，捷运站出来。走没有多久，那有一批的这个社会住宅，起也嘛加水啊，吼啊环境非常好，旁边就是公园啊，你讲对当地的这个房价会有真的那么大的影响吗？其实咱今嘛看起来哈，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啦，因为有调查嘛，这2年来反而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台湾的房地产反而都是涨价的啊，我北投吼竟然讲。新厝哦，一平开价已经90万到110万了。这是旧的哦。新的。新的。啊，这种就是新古屋哈，也都大概是在60万50-60万上下。还北投哦。所以这你讲啊，因为新建这个社会住宅反而。造成讲咱的房价会受到影响哈，我感觉也不要太过于污名化这件事情，因为社会住宅这是咱国家的政策，好啊，这嘛是会使解决咱台北市的居住正义有一个辅助啦，好，就是讲互少年人会使伫遮徛起，好，一个重大这政策，当然你讲都跟啊其他的什么青运换居，那个都只是配套，好一个重大的政策，规个那个整个城市要改变哈，应该是多面的这个加成的效果，才会一起促成这件事情，不会是单一的啊。所以我是刚刚讲，咱这个社会住宅这个5.7万户，我嘛相信，因为今嘛陈时中的这个政策的召集人是管碧玲管委员啦哈，他就是一个政策控啊，一过去担任着咱的立法委员。的时间嘛加长，伫个高雄的是伫高雄，伊嘛提供很多很重要的这些政策政见的意见，所以我们在提出来都是有讨论，而且有做过功课的。所以我是刚刚讲，一个政治人物哦，你要选举吼，你就是爱有这个政党政治嘛，有责任政治。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你提出来的政见，你就是要努力的实现它啊，不要像。郭文哲安尼过去8年4年进前讲的，你家己嘛，我们有去检视过啦哈。真正能够达成的无到一半，无到一半。所以我是刚刚讲，伊今嘛若讲未来一个月，我常常在讲吼，就是讲要检视一个政治人物上重要的是伊的就是说政见的实践率啦，他的实践啦，执政成绩啦。我相信伊今天要更上一层楼。大家哈，如果他做得好，你要更上一层楼，大家拢会给你拍捧，会给你支持。啊，你若做了歹，大家讲啊，你平常时啊就拢懒惰啊，你都无咧做啊。啊，你讲你即摆要去选总统，啊，你台北市都做家己，你来我哪有可能讲互你调总统对无？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三个这个候选人也好，参选人也好，但始终嘛是针对这个大巨能
还是讲这大这个正义，另外都市更新吼，过去台北市也未做到够的这个部分，有一寡这个定线吼，含这个证件的提出，其实蒋万安嘛是有吼，针对着吼，咱讲大经济公共运输，还是讲幼囡仔吼生囡仔这部分啊，上尾来请教吼，这个咱讲准啦吼，这部分其实两边。还是讲这个部分，拢有来去做寡这个推测啦吼，安怎过来帮这个蒋万安一个咧？尤其咱看到讲吼，即阵伊拢去用批评讲，哇，伊等一个政策，毋是咱讲超过去的市府，就是较旧的这个物件，你安怎看？其实咧，按咱讲，就是真理越辩越明，好的东西大家来分享，所以其实。大家是为着这个国家好，大家为着这个城市好，所以呢，好的代志当然嘛是继续会好。是，所以呢，我认为讲这个部分倒无遐尼多问题。就亲像头拄仔，阮认为讲来宾讲啊真好。这个建案的部分来做公共客家的部分，其实佫有一个所在会通去，就是阮的国校啊，学校，因为即马呢是爬远的吼，无咧用的。对，因为即马吼囡仔嘛少，是为着要少子化的这个问题来讲，即马蒋万安嘛伫万安遐嘛伫全力来做这个支援，包括像伊的育儿政策啊、好生好住好养好有期这个部分，佫有互生甲离爱的朋友会使来带这个新的这个厝啊，所以呢，即马有足侪学校是在做减班并校，就是讲两间学校吼，阮的成立调拨一个，调拨了后呢，就会使起一个新的老厝，所以呢，相信未来。阮的国家会哪样好，咱台北市会哪样好。OK， 这个哪里北哈三卡都安怎变化，嘛请观众朋友继续来支持啦吼。非常感谢所有来宾，嘛非常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支持，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拜拜。